南投二边观光，按多年来大家印象真深的爬入吊桥，从竹山的天台、南投市后塘江天空之口、新义平内琉璃港之口，韩国今年7月底南开幕营运的中寮乡龙凤瀑布空中步道，南投县政府还打算提新义乡体力松流铺路，到民间乡的琼北梁来做吊桥，当地居民都提出。一种硬体设施，按嚟引造引导可能会相互影响。从南投市后塘江天空之口，咱开放假下会等1-2点钟，咱上下得。不过，咱上周日因客路小价改道，附近店家的生意也无按好做位。流浪也是，大家兴楚楚的引造，从鸟空日日谈的流浪也同样游客变少的，甚至了钱。为表观光增进强势的意识硬体设施下，向下来探讨。千千贴贴的山拿杜峰有斜泡的水床，很多人先把开。水床面方还有一个透明的桥尾，也当的是南投县中寮乡龙凤水床空中步道，今年7月底正式开放，移动人客通到名上，许多街老掉。不过，味道的欣赏也按这样的风景，唔感染等几句话喏。不要挤哦，不要给我挤哦，哈。可那啲人摆到按从几点嘞，大家都会伫个等等为送接送茶。天是暗夜摆个店当中，一度的民众摆到富士餐厅。因此，爱去龙凤水床空中步道的路客客有啖茶送得，捐口意思是推嘅接送茶来嘻嘻接送人客，人客就应讲根本无做好配套。你看这游览车，游览车都11-20台。啊，你看这个来这的观光客这么多，吼，尤其这点拢是咱南投本土的。咱这个台湾本土的这个观光客，哦，我感觉讲应该县政府要介入有一些专业的人才，哦，介入来处理这个哦，包括整个车辆的增加。我觉得是不错了，环境真的是不错，只是等太久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基于说我们的环境，基于这个生态的考量，还有我们的安全考量所以我们有一个总量限制。所以过多的人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来做一个接驳多么简单，坐上接送茶来到空中步道，为挑工的玻璃，所有安江的风景看到清清楚楚，每家动手机。不过没有人因为步道将30公尺边内，两下班的嘢就行脱的，应该要由行卡多的体色来结合。附近的店家没少骗呢，认真开业3周2年来，看到大部分人客的反应都可以唔会上位再过来。其实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好了。其实要怎么样去协调做得比较好，串联其他的景点，把中寮做好，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说游客来一次抱怨不来了。因为我是想我个人因为我是在那边做生意的，那。这部分的话，我是想说不一定不是只去空中步道龙凤瀑布这边也很漂亮，如果你都一直只去那个空中步道，你会觉得就是有一辆单一一种，会觉得比较没什么。那边说你可以再排第2个行程，空中那个龙凤瀑布也不错这样子。不但抢地空中步道顺嘅店家动手，不但离步道大概6公里嘅接送茶站顺，用公所设立生命嘅坛呢。打算为居民去卖菜地的农产品，没想到认真考虑到成本，送站业接送站塞卡入去，也搭配长春岛空路路位也棚诶。这一波的费用太高，它费用太高，一个月60-70万，所以说要往上移了，就是游客也比较不会只有不耐烦啦，等太久嘛。因为你是往上移的话，那时间缩短。中寮乡几十年了，唔是有按多个年嘛，大家的心情真的是非常期待。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是配套措施也许是功课做得不够所以
有一点点让地方的期待落空。为了为亚夫区内演艺有成立合作，中央乡公所未来会安排老夫区内嘅景点联络起来，规划做意见，按你迎合停托嘅时间就会较久。如果能够串联下南琴的话，就把时间拖长，不会让旅客觉得很无聊。它还有一个新的景点去我们有在计划从空中走廊那边做一个梯子下来直接到龙凤瀑布的这个游水区了它那边我们就把人接驳上去直接就走，让他们走下来。葡萄未开好嘅，张雷上行一铺，用会按好淡落。行卡唔是讲头前有按到嘅啲嘢好看。南投市后潭江天空之桥，3年前开幕家下，每开满月那日，也下所长记下食批，府区内嘅店家减数提撇成。人数如果从第1年到今年3年这样比较的话，一点都不夸张至少差到50倍。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客人好多我们都想说客人快要过来的时候，我们来这边客人等我们说，我们怎么还没来这样子，就那很喜欢来到这边。但现在我感觉说，现在是变成相反的，就变成我要等客人，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但是尤其在今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人潮流失的非常的严重。就我觉得这个天空之桥真的是太可惜了，很可惜。我希望它的人潮能就是再重来，就是可能再把它弄个更好一点这样子。后潭江天空之桥有204公尺安长，有265吨，山立有70公尺安长。基地當個險送嚟到堅強嘅山立同堅強嘅田，不過開演幾場過後就冇按好嘅攻擊。会差距这么多，当然我是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它需要一整个比较整体性的规划。那民众的心态会认为说，有一个新的景点，我就会很期待赶快去。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其实，在桥尾的这一部分，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性的规划，所以带给民众会比较，就是会有很大的失落感。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很爱去这些地方，对，没关系的。就像比如说主题餐厅那么多，还是很多人会去啊。就是大家会有点那种集点的概念，就是大家每个都要去这样子。就是我说的集点来过了就不会再来了。我觉得还好呢，要看地点啊。如果说就是它的风景没有什么特色，然后硬做吊桥，那就是浪费了。可是这里不会啦，这里是漂亮的。南投虽然人工係新橋嘅故鄉，未認證有按到嘅新橋，國際景點無乜嘅太所長，電到老人客分散開來。去過嘅人也唔多想再過去。有到太多嘅啦，龍鳳瀑布那邊有一條葡萄新義鄉有一個琉璃公之橋，竹山有咩有個天梯，還有恩雅天空之橋，安尼就四個。以後可能迄個地方行要做。越來越多，中央嘅差唔多新質嘅遊樂設施，安尼就冇乜好。2年2前天空之橋冇本年經營過後，唔但將打造藝術工廠、茶香鋪頭，未險送嚟到茶園嘅風景。未開放本年下按部石頭來夜看風景，年下將天天嚟多進來。不過一下南投縣政府又有2項打造橋位嘅計劃。包含現時已經啲嘅設計結團嘅新義鄉、天理、松梁鋪路，還有當地嘅總經費嘅民間鄉、長白梁。縣政府表示，未來會規劃好規土位嘅老料行場，將唔會重複應用到。那我想在地利松龍部落本身的這種部落旅遊呢，更是會吸引很多的遊客到這邊來做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旅遊。那部落旅遊呢，那包括很多，包括部落的美食，還有部落的文化，像歌啊、舞啊，還有一些雕刻，還有編織藝術品，那希望說以部落文化
来吸引更多的游客会到部落里来。然后当然我们也提供这样一个双龙吊桥哈，让游客有不同的体验哈。像其他的吊桥，如果说各个乡镇还有提出的话，那我们会去建议评估。如果说配套不足的话哈，那我们当然会来建议哈，还是要慎重的考虑了哈。那避免说因为过多，然后配套又不足的话，那将来在营运上一定会产生困难。新桥一突的戏，难免就会想到那位的上最危险的旅游设施——流浪茶。鸟空流浪茶2007年开幕家下，营业有2万个人客，也是桃园一年就追唔到9300，一年太快为了退营运。专家就说，安尼嘅问题，行业嘅就有可能会发生的新桥风。当然，我们可以以猫缆的例子来讲哈，它其实它的整个营运其实是一直下滑的，甚至已经到亏损的状态了哈。政府其实目前很多都是负债的，那如果说再去借钱，然后为了这些公共工程再去新建，那新建了之后呢，后续的维护的经费又没有着落了，那最后这些设施都会变成是可能因为维护的经费不足的关系，可能就是荒废了，最后变成蚊子吊桥、蚊子的那个游客中心，那这些都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啊。新桥维护供给唔够，其实还忙做钱，才听认同店家做就地嘅。认真倡议土桥嘅合作物界，听说要有批套。不过家头嘅建议，前面无人回答。部分嘅原因系，公司嘅钱抢作为到新桥天天，也下公部门作为依度嘅补救措施，家头做就公告嘅，也下怎嚟做就唔系按到批套，系补救。补救有9个度嘛解喏，公阿度就会做一项，人群阿度就推表伊哋地方嘅地票来发展地方嘅观光，也端正爱免整下来。